继续来看台南邮局，因为今仔偏乡的长辈唔知要安怎来领5倍券，所以特别伫个行动关怀列车现场来做宣导，长辈拢感觉真大心。5倍券即摆已经开始领，除了超商以外，邮局嘛会使领。台南邮局考虑着讲有真个偏乡的老大人，唔知讲要安怎注文，甲要安怎领，所以讲特别运用社区关怀时间，甲这时段讲清楚。 很多长者呢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领，也不知道说要事先预约，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们就带一些宣传单来。那我是觉得说，这些长者应该是非常的受用哈，因为有一些有人领了，小朋友帮他领了，那有一些呢，他还不知道该怎么领，那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宣导，也是协助这些长者，我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。 要去邮局领5倍券，上较要紧的就是要先注文，同时邮局伫假日的时嘛有提供服务。若到11月份，你就免注文，会使到现场去领。